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早起时咱嘛有讲到中油的消息，这里就是油，油就是动物食物内底有袂游入水的物质，像咱讲猪油、土豆油，也有木油。另外鸭味用的酱料，咱讲豆油，若是奶油共款安尼发光的物件，咱就讲油金啊油金。若是得到好处利益，咱讲是卡油。讲一个人做人拢袂去得失到别人，嘛当讲一个人做人加油。其他的化妆品、保养品，像咱讲头毛油，另外茶油就是石油的一款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读做卡油，这就是用强迫式的手段，或者是摕到利益、占人的便宜，像咱讲甲人卡油。第二个词油草，就是讲食的物件较油、较臭臭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伊甲朋友卡油，讲伊胃肠无好，无爱食油草，都爱食高级的料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油提供予大家参考。